好来，乡亲啊，继续要来讲这个大罢免。即摆各地头的罢免团体，拢进入到第二阶段最后的冲刺。民进党新北市议员杜冠廷来透露，讲因的党主席赖清德，伫进前一届的中常会有来下军令，要求罢免35个泛蓝立委的第二阶段，爱全部通过。民进党的秘书长林佑昌是再次出来强调讲，这罢免唔是民进党来主导，因一贯的主张拢是协助。彰化第3选区，好的，那状况是怎么样子呢？民众电话卡来就是问罢免，民进党中央党部透早电话一直响，因为新北市议员杜冠廷讲兼任党主席的总统赖清德下军令，凡那立委35个罢免案2届拢爱通过。罢免行动是公民团体自主的行为，从来都不是民进党主导。民进党一贯的一个立场跟态度，还有主张，就是全力协助并且维护公民团体的权利。林佑昌无否认主席有下令，杜冠廷佫讲，党主席赖清德佫交办林佑昌，若是有人嫌议员地方党部无认真，请秘书长直接甲讲，有人敲电话来，伊要求的。公职人员他是否努力？我想这一部分我们都会全力的来关心跟了解，收到这个许多关心的一个民众的一个电话，如果有相关不够积极的一个情势，我们也会进行提醒。另外一边，国民党的主席朱立伦嘛下令，要求全台民意代表协助罢免15位民进党的立委，佮将2届的结果列入考核公告，佮随了发函予党籍的代表，要求确实办理。杨国宏社讲有基赞不满。大罢免已经成为今年下半年不可避免的主流的时候，那当然就是两党的总动员嘛。所以我觉得强硬回击是有必要的你要避免蓝军的士气溃散，所以该做的事要做嘛。所以各个民意代表在选区的，当然应该要有一定的责任额嘛。毕竟罢免国民党立委第2阶段的送件日子集中伫5月份，大罢免的行动势不可挡，民团继续冲刺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